2026年4月14日白天，日本東北上映之旅。當日早上9點55分，乘國泰航空到東京成田機場。上機前到35閘口附近的 Upbridge Lounge 日蓮堂國泰候機室早餐。呢度各款酥皮牛角包熱辣辣，外皮好脆，好好食。最後嘆了2杯香檳就上機。今次選擇了乘坐商務客位，座位距離比較闊落，飲品和食品都比較好。機上餐單選擇了時令水果、燒澳洲牛柳配芥末汁蔬菜和薯角，甜品是紐約芝士蛋糕配雜梅醬。下午到達成田機場之後，轉乘成田特快到東京站，需時約1小時，車費每位3140日元。之後在東京站轉乘新幹線到仙台，車費每位11,630日元。晚上去了這間仙台站附近的居酒屋晚餐。喺呢度嗌咗熒光魷魚、刺身拼盤、牛腸、牛舌和明太子。埋單11,264日元，當晚入住附近御壽野乃仙台旅館。由於旅館在仙台站附近，所以房間不大。旅館提供大浴場溫泉，地方企理乾淨，浸後也有乳酸飲品免費飲用。4月15日星期三。第二天早上早餐前旅館溫泉，之後到樓下餐廳吃日式自助早餐。呢度有好多選擇，包括即做天婦羅、牛舌、自製海鮮丼、燒魚、溫泉蛋、納豆、沙律等等。最喜歡吃當然是三文魚子海鮮丼。之後去防步行前往附近的仙台朝市行下，由仙台車站行5分鐘左右就到。呢度不止買賣蔬果、海產、仙台牛，還有好多店可即買即食。我哋喺呢間買咗啲紫菜回港，當中有幾間專賣新鮮海產的店，專做遊客生意。我哋揀咗生蠔、北海道北寄貝同粒貝，粒貝是最美味，味道比象拔蚌刺身更甜美爽口。這裏街頭還有一間專賣生蠔嘅餐廳，可以外賣刺身或清酒煮。有很多人排隊，之後步行到仙台站附近的購物商場 shopping。中午和朋友會合，開始東北自駕遊旅程。飛機上面我已經放棄咗啦。琴日食午餐啊？食咗午餐啊？仲有一日食一餐。佢翻到嚟仲唔係㗎？佢跟住去到仲要食宵夜喎。係咯，我哋見你食。
crazy 係啦，我已經同佢講話，喂食唔晒喎，唔好啱到佢啊！刺身有邊度食得晒？食得晒，叫佢食咯，我唔食。正常嘢食咯。黐線回酒店取行李後，第二站到仙台荃 Premium Outlets 繼續購物。下晝食咗簡單咖喱飯同烏冬，4點入住海景旅館松島一枝坊，一博兩食。這個溫泉度假村擁有寬闊庭園同可眺望整個松島，館內的餐點同飲品費用都包含在住宿房價中，包括早餐、下午茶、晚餐胡晚上免費，酒吧雞尾酒或酒類飲品免費供應。係我寫。食雪糕。好啊。入住後到大堂咖啡廳享受飲品和小食。這裏的房間很大，浴室乾濕分離。進入房間後，對出就是7000平方米的遼闊水上庭院，眺望松島全景之景致，坐在長椅感覺很舒服。之後到大堂旁邊的藤田橋平玻璃美術館參觀。本館獲准使用藤田公平之名，展出了享譽全球的藤田盒裝飾盒，以及被稱為藤田灌磨的灌磨文花瓶、器皿和茶道用具。沿着這條路就可以行出旅館的水上庭園。5點餐廳開始提供晚上自助餐以及現做料理，門口已經有住客排隊入座。我哋在咖啡廳飲反杯才晚餐。乜都拍下。自助晚餐也提供不少酒精類飲品選擇，包括有烈酒、清酒、梅酒、紅白餐酒、啤酒及各款不同汽水及咖啡茶。自助晚餐所有食品都是即場料理，刺身壽司質素好好。炭火牛舌是必食，入口爽彈。西式煎牛扒，擺盤精緻。最後選擇了焦糖布甸和芝士蛋糕及啫喱。晚餐後，餐廳對出大堂有鋼琴伴奏。旁邊酒吧也有免費飲品，雞尾酒提供。之後回房更換浴衣，便到大浴場露天風呂溫泉。
4月16日，星期四，第3天早上旅館溫泉。8點半到餐廳食自助早餐。10點再從島一支坊退房出發前往黃前，第一站先去附近松島海岸遊覽。就行翻呢一段近海嘅，咁嗰度有啲景點影下相。好啊。這裏是宮城縣，位於日本東北地區，東部面向太平洋，西部則是奧羽山脈。咩我買手信啊！去嗰個光頭佬壽司咩？街啊！邊個啊？其最大魅力在於絕美的自然景觀，已被列為日本三景之一。沿着這條路前往海岸邊的穗子五大堂，這裏是松島重要地標，最早設立於9世紀。現在的建築物是1604年伊達政宗為了慶祝關原之戰勝利而修建，是目前日本東北現存最古老的桃山時代建築。11點40分離開松島出發黃前，路程344公里，需時約4個多小時。5點45分到達青森 Sobanomari Forest Daiwakisu 旅館入住2晚1泊2食。當晚訂了6點半旅館晚餐。4月17日，星期五，第4天早上8點，旅館自助早餐。
早餐後，旅館溫泉才出發。宏前公園櫻花季今年由4月17日到5月5日。10點45分到達宏前公園，當天是櫻花盛開的第一日，天氣很好，櫻花很美。4點10分到達第2站盧野公園。4點40分離開盧野公園，返回 Sobarno Mori Forest Iwakisu 溫泉旅館晚餐。